呢幾排娛樂圈有唔少嘅藝人朋友相繼離去，首先就係吳文欣小姐，跟住就係敏儀姐姐嘅離去，而最近就係施南生小姐喺養和醫院病逝。咁琴日呢，都有一個噩耗傳出，我都唔係咁相信嘅，直至到呢個消息證實咗之後，我琴日都成日都個心情非常之沉重啊！就係、我哋嘅四哥謝賢啊，咁香港銀壇又少咗位真正嘅型男啦，一代巨星四哥謝賢琴日傳出離世嘅噩耗，享年89歲。咁其實四哥呢，就唔係琴日離世嘅，佢係喺16號因肺炎撒手人寰，遠出處理，已於和合石火化嘅。咁乜嘢叫遠出處理呢？遠出嘅意思即係話唔經殯儀館去做儀式，直接喺醫院裏邊一個告別室裏邊做儀式，跟住就將遺體去到和合石火化。大家好啊，各位聽眾。咁隨後佢嘅兒子謝霆鋒同埋女兒謝婷婷就發出咗聲明，證實咗呢個噩耗。霆鋒亦特別發文安撫影迷，希望大家不用為父親嘅離去而哭泣，只要記住佢嘅笑容，記住佢嘅光輝時刻就已經足夠。呢份豁達正正最符合四哥一生特立獨行、遊戲人間嘅性格。四哥謝賢由50年代紅到而家，中環娛樂圈超過70年。佢由當初嘅粵語片首席小生，嚟到千王之王嘅羅四海，甚至喺85歲嘅高齡，憑電影殺出個黃昏打破咗紀錄，奪得金像影帝。其實呢出戲我都有睇嘅，我覺得都幾好睇。同埋阿四哥好有型啦，身手亦都非凡嘅。咁講到四哥喺粵語片時代最合拍最多嘅銀幕情侶，都莫過於係嘉玲姐姐。佢同四哥喺50、60年代光藝製片公司嘅時期係標誌性嘅拍檔。咁兩人外形係高貴時髦啦，演繹咗大量摩登都市男女嘅角色，係當時觀眾公認嘅登對嘅一對 CP。咁嘉玲亦都係四哥入行後公開承認嘅第一位女朋友。不過好可惜，大家拍拖長達7年之後，因為結婚達唔到共識，因為結婚共識不一啦，即係達唔到共識啦，就和平分手。咁除咗嘉玲姐姐之外呢，佢嘅拍檔亦都係有南紅啦、江雪啦、丁瑩同埋芳芳姐一線嘅女星嘅。咁我都知道呢個消息一出呢，琴日就好多行家就出咗片㗎啦，我就未出，因為要搜集資料啦，同埋要做製作嘅。咁我就比較遲啲。咁我諗佢哋嘅內容呢，大多數都係講阿四哥嘅情史啊、仔女啊、係咯等等呢一樣嘢咯。咁我呢就冇咁爆嘅新聞嘅。咁就如果係爆嘅新聞，我相信我都已經開咗盈利㗎啦。我諗我都係講關於佢喺粵語片時代嘅嘅主演嘅劇集啦。咁有邊啲係阿四哥係覺得好經典、覺得好喜歡嘅？我諗我講粵語片嘅劇集，我會比較經典、比較精彩一啲咯。咁我就
搜集咗2套粵語片時代嘅戲，咁當然我係未出世啦，係咪？呢2套片都係1960幾年嘅影片嚟嘅。咁如果有啲觀眾係喺呢一段時間出世嘅觀眾呢，就多啲聽我嘅節目啦，係咪？我唔係應該話留意呢一集嘅節目啦。咁我首先揀選咗一套就係叫《播音王子》啦。嗱，聽個名播音，梗係好似我而家咁樣喺個收音機旁邊同大家傾偈嘅。不過我唔係王子，係啦，我係播音姑姑。咁呢同樣呢都係由龍剛執導嘅，為四哥度身訂造。片中嘅四哥呢，就係飾演充滿魅力嘅播音員。佢招牌嘅長褸、高領毛衣同埋墨鏡，我諗墨鏡都係四哥最招牌嘅物件嚟㗎啦，係。咁亦都 set 定佢嘅風流倜儻嘅浪子嘅形象啦。我未睇過嘅，咁我有興趣我都會留意一下呢個播音王子。咁有幾阿四哥係有幾型，有幾浪子啦。咁另外一套《冬戀》，其實我都幾中呢個名，好中意，好吸引我。《冬戀》好似覺得係有啲韓劇 feel 咁樣啊，俾我感覺。同埋當我搜集資料嗰陣時候，我見到阿芳芳姐嗰個造型呢，哇！我真係覺得好靚啊。咁其實冬戀呢係講阿四哥係一個藝術家，係啦。咁佢呢就喺冬季一間餐廳度邂逅呢一個芳芳姐。咁佢係呢就係富家女。咁後來先發覺芳芳姐呢就係一個舞女啊。咁就兩個人就係同埋阿芳芳姐嘅前夫就發生一啲錯綜複雜嘅關係咁啦。我都想睇下，因為我好中意芳芳姐劇裏邊嘅造型，好靚，我覺得佢。我見過啲圖片啊，哇，好靚，好成件事好有美態啊！咁大家如果有興趣或者好喜歡四哥嘅影片戲劇嘅話呢，你哋大家都可以再去睇下四哥以往嘅影片，一睹佢喺戲劇裏邊嘅個人風采啦〜